旅行加到地，画到地，画家欧文钦用伊的画笔记录世界美好的风景，为越南、日本、西班牙、意大利等国家大大小小的画作，加起来超过1200把。喜欢画风景画，所以去旅行的时候，不管是参加旅行团还是自由行，都一路写生啊。有时候一天画好几张画，就大部分是画这些小张的油画啊、亚克力啊这样。这些世界的作品拢是当场画者，大件的作品拢是倒来了后才创作。展场当中除了油画之外，更展出伊的写生画作，将这的作品搭配相片，放伫咧亲像是剪天铺的铁架上。我有一个概念，就新的概念，没有人做过。你知道那个剪贴布吗？我们小时候呢在剪报，那个概念一样，我把它做成一个大的，这样大家都可以看。里面就是我的画画啊，那个速写啊，还有收集的纪念品啊、地图啊、消息啊、行程表啊。这次画展收集欧文钦这几冬来旅行的画作，也毋过会当看到除了风景，画作内面出现的人就是伊的某。一路行来，予伊上大的陪伴，也可以当对这作品一件一件的指出印象上深刻的所在。这个是他的在精神病医院，你看这么伟大的一个画家，竟然 suffer 那么多，竟然痛苦的那么多。然后这个是高地呢，永远都盖不完的公园。然后最让我印象深刻呢，而且感动的就是这个。在那个巴塞罗那的斗牛场我一路上跟着侯文清这样画画，跟着玩呢，我也转变了很多的心态。因为刚开始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哇，一张画画40分钟，我到一个地点就要停40分钟，有时候会觉得很那个。可是我现在已经转变了那个心境，别人走马看花，然后我可以呢静下心来看40分钟，那就是真的是比人家多了好几趟的旅行的感觉。展览为今仔日开始展出到8月5号。疫情解封了后，袂赴出国，会当先来有缘公会堂用目睭，予欧文钦带你环游世界。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。